国家推动双语政策，就这法律系学生问律师讲，第二语言应该爱学什么语言会较好咧？对律师伫咧网络顶头铺文讲，若准是伫咧台湾做律师，会晓讲台语，并会晓德语、日语是搁较重要，也引起真侪网友甲赞声。真侪网友拢讲，袂晓台语就无法度甲人沟通，台语伫台湾有影是真重要。 有律师伫网络铺文章建议，即马学法律的大学生未来若是想要伫台湾开业做律师，建议爱赶紧学晓台语，讲互练党，因为台语比任何外语搁较重要。这篇大文嘛引起侪网友来起赞留话。有网友讲，甲老大人讲话真侪爱用台语解说较会通。伫中南部，阁有当事人要求法官讲台语，伫便伊上班台语嘛真重要。中南部大部分的客户，你若是无讲台语，可能个案件较歹较恶接。咱台北这边吼，应该是讲100%大家拢会晓讲国语。问题有的客户，比如讲他两声，你甲伊讲台语，伊讲足顺的。啊，讲了，伊讲的你阁听有，所以伊就感觉讲，安尼我找这个律师就好。律师表示，有的时代虽然听华语，毋过会晓讲台语的律师，对时代来讲较亲切，嘛较接会到委托案。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，目前要求爱有台语能力的工课欠，以接电话人员占上多。第二个就是行政、总务、法务的工课。看到排名第二的像是行政、总务、法务类。然后行政总务的话，其实我们看到第一线的柜台，它会比较可能需要一些台语的能力呢。那我们关注到比较特别，像是法律师。 他可能算是比较高薪的职，但是他可能也会希望是说有台语的这个加分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，台语能力好，伫工课上等于是加一种语言的优势。加上台湾伫明年2025年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未来每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大人，会晓听台语就赢人一步。若个会晓讲台语，对老大人来讲更较亲切。一寡公司咧面试时，嘛会问讲敢会晓讲台语，所以鼓励少年人爱学爱。 讲用台语替家己加分。记者伫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